来关心台湾移工联盟昨昏去卫福部头前表达因的诉求，呼吁新的卫福部长邱泰源要以21万的家庭看护移工，因并无劳动法令保障的这个问题，建议当照整体规划，要甲外籍看护包括在内。 台湾移工联盟甲相关团体将近100人，16拜日早起到卫福部大门头前，呼吁新任卫福部长邱泰源要重视国内21万外系外籍看护工的问题，应该将家庭看护工纳入长照制度，豆豆废除个别家庭聘雇改由长照机构来聘雇，为加做劳基法保障的长照人员。 家务移工就长期处在一个血汗的照顾之下，他们等于是24小时的待命，然后又住在个别家庭。我们认为应该是由就是家务移工应该是由政府签约的长照机构来聘雇。移工团体表示，根据监察院报告，民国181年国内长照需求高达将近83万人。 其中65岁以上老大人占6.5%，按过照顾服务员有9万多人，其中居家服务员敢若有4.9万人，无法度应应整体长照需求。主要长照人力拢落在21万多名的家庭看护移工，所以将伊纳入长照体系是有伊的必要性。 我们现在是有在规划说符合一定的语言能力检定跟照顾技术成熟的这一些外籍看护的中阶技术人力，未来是可以适度开放聘雇成为居家或社区的照顾服务员。 卫福部强调，为保障外籍家庭看护工切合伊休假权益，已经甲劳动部推动聘雇外籍看护工家庭短期替代照顾服务计划，每年补助38天或者是31天，同时家庭照顾者每年要14天或者是21天休困的服务。劳动部已经就国际劳工组织、家事劳动公约进行法规的检视，未来保障外籍看护工的劳动权益。记者综合报道。